道成肉身呢係基督教嘅核心教義。若果要深刻理解道成肉身，則需要明白創造與墮落嘅教義為首要前提。神呢就照住自己嘅形象造人，乃係照住佢嘅形象造人，蒙神依旨意收養嘅兒女。兒女並非指肉身層面上嘅出生，因為上帝係靈。上帝創造人嘅終極目的係使人領收養之恩，成為佢嘅兒女，並賜其永生。人因蛇嘅引誘，憑自己嘅意志違背雷命而墮落。墮落嘅結果係罪惡、敗壞與死亡臨到全人類。墮落之後，人從伊甸園被逐出，佢滿懷憂愁，從此墜入罪惡嘅深淵，生活顛沛，流離失所。其終局便係肉體歸於塵土，靈與體分開，從墮落到道成肉身。呢段時期係先知嘅時代。成本舊約敘述的係上帝同人類之間嘅對話，並指向嗰道成肉身嘅真理。換言之，先知嘅職責係呼召人認識上帝，並見證陳守二代救主道成肉身，此即舊約精髓之所在。因此喺希伯來書1.1分到2，保羅話上帝既喺古時藉住眾先知多次多方嘅曉諭列祖，就喺呢末後嘅日子藉住佢個仔曉諭我哋，又早已應立佢為承受一切嘅，亦都曾藉住佢創造諸世界。因此獨生子道成肉身，成為可感可觸嘅真實，為要同墮落嘅我哋重建對話。因為先知係轉述神嘅話語，聖子則係神嘅親自顯現，佢曾與我哋同在，讓我哋得以親眼睇見、親手觸摸。呢個正係嗰榮耀嘅巔峰，超越人理解嘅時刻。我哋謝信經認信，為咗我哋人類，並且為咗我哋嘅得救。但喺討論道成肉身之前，必須先理解獨生子永恆嘅本性。信獨一主耶穌基督，上帝嘅獨生子，喺萬世之前為父所生，從光出嚟嘅光，係話我哋喺度描述基督本性同埋聖子位格，就係從真上帝出嚟嘅真上帝。道成肉身並非使佢成為上帝，因佢本代永恆之神，佢喺道成肉身中自由咁進入咗時空嘅道理，神聖而永恆嘅本身就喺時間之外。喺萬世之前為父所生，就係話喺萬世之前為父所生，從光出嚟嘅光咧，佢擁有所有神性，係完全嘅真上帝與父一體嘅。基督喺道成肉身之前，其神性已係完全毫無欠缺。而道成肉身咧，即係道住喺我哋中間咧，我哋所見佢嘅榮光咧，就是父獨生子嘅榮光。約翰福音1.14分，為此神子藉童女瑪利亞真實咁取咗我哋嘅人性，使神人二性完美合一，為要救贖我哋。佢取咗人嘅身體，為要成為完全而真實嘅人。佢依然係上帝，因此道成肉身就係聖子位格中嘅神聖本性，與從瑪利亞腹所取嘅人性合體，嚟到神人二性集於基督一身，毫不相混，絕不分離。三位一體中嘅一位，基督位格兼具完全嘅神人二性，全然嘅神性，全然嘅人性，擁有所有神性，係完全嘅真上帝。佢擁有完美無罪嘅人性，如同人類喺墮落之前一般。因此道成肉身即係神人二性喺基督一個位格中嘅聯合，藉童貞女瑪利亞成為神性與人性喺基督一位中神性聯合嘅奧秘之所。基督既係完全嘅神，亦係完全嘅人，佢永遠係道成肉身嘅神。即使我哋話基督喺肉身上受苦，佢嘅神性亦都冇離開佢。當基督食飯係照住佢嘅人性食，但係佢嘅神性仍然同佢同在。基督行神的係出於神性嘅大能，而行事者仍然係嗰位兼具人性嘅主。因此我哋堅信基督嘅神性與人性同屬一位格，永不分離。信經確認嗰成為人嘅耶穌正係永恆嘅聖子，佢喺神性位格中使神人二性完美合一，毫無混合與改變。因為如果基督冇真正成為人，
冇取咗我哋嘅肉體同血，咁佢所完成嘅救贖就無法臨到我哋。佢必須真實地取得我哋嘅人性，先至能夠拯救我哋、取代我哋、更新我哋。聖母瑪利亞同我哋一樣係人，佢喺腹中孕育咗基督嘅人性，即係呢個可以用嘅肉與血。所以喺信經前言說，教會堅定咁使用主的母 Theotokos 呢個稱謂，係為確認從聖母瑪利亞出生嘅正係道成肉身嘅上帝。因為聖經明確宣告，天使回答佢話，聖靈要臨到你身上，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，所以你所要生嘅聖者亦必稱為神嘅仔，而非話耶穌嘅母親，亦都唔係話耶穌成為上帝嘅母，而係話我主嘅母。因此聖母所生嘅正係道成肉身嘅上帝。正因如此，教會先以主嘅母呢個神聖稱謂，滿懷敬意咁尊榮童貞女瑪利亞，意義係主嘅母，被讚美你為真光之母，並非尊你為光源，並非神聖嘅根源，而係尊你為誕育真光者，乃係因果道成肉身嘅真光係由你而生。我哋話，我哋讚美你真光之母，我哋榮耀你聖人聖母，因為你為我哋帶嚟咗全世界嘅救世主，佢嚟咗拯救咗我哋嘅靈魂，榮耀歸俾你，我哋嘅主，我哋嘅君王基督。我哋將榮耀歸俾你，因你係我哋嘅真上帝，從真上帝出嚟嘅真上帝，受生嘅，唔係被造嘅，與父一體嘅。因此，我哋喺彌撒中話，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我哋敬拜你道成肉身嘅基督，同個睇唔見嘅聖父與聖靈，呢聖三位一體。因為上帝係獨一嘅神聖本質，存在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個永恆嘅位格之中。因此，道成肉身嘅信仰無法同三位一體嘅信仰分開，佢係全人類救恩嘅唯一根基。若果基督冇道成肉身為咗救贖我哋，咁就冇救恩，亦都冇救贖，咁人類正走向滅亡。呢個正係嗰惡者所圖謀嘅結局。最重要嘅問題，點解道成肉身主要嘅目的係救贖？主為要拯救我哋世人，從天降臨，佢由聖靈感孕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取得肉身成為人，係因為聖靈預備瑪利亞，使佢成為孕育道成肉身之主嘅神聖器皿，使基督能夠取人性。佢聖子嘅神性同完整嘅人性聯合，啲人性包括身體、魂與靈。所以佢話，我心裏邊甚係憂傷。呢句話係基督藉住佢真實嘅人性發出嘅心聲。所以佢話，父啊，我將我嘅靈交喺你手裏面。呢莊嚴嘅交付係佢擁有真人性靈魂嘅確據。呢個就係完整嘅人性，由聖靈感孕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取住肉身並成為人，在本丟比拉多手下為我哋釘十字架，被害埋葬。因此耶穌道成肉身嘅終極目的就係帶嚟救贖。呢個係佢道成肉身嘅主要原因。佢嚟係要將贖罪嘅恩典帶俾世人，佢來係為償還我哋嘅罪債，佢嚟呢係為修復天地間破裂嘅關係，為我哋成就咗永遠嘅贖罪祭。呢個救恩嘅終極歸宿係引領我哋進入永恆嘅榮耀。因為咧，我哋睇見咗道成肉身嘅上帝，嗰不可見嘅已成為可見。我摸觸我嘅，我哋經親口摸咗，嗰本咧係靈嘅，取用咗肉體，具有真實而完整嘅人性啊。其次咧，呢個顯明咗道成肉身嘅另一重神聖旨意。喺新約中，我哋因蒙救贖並認識真神，而被召活出聖潔。因此基督道成肉身係為咗把佢所有嘅賜俾我哋。佢取咗屬於我哋嘅人性，為要使我哋就得與上帝嘅性情有分，將佢嘅義、聖潔、永生與脫離罪嘅自由賜俾我哋。呢一切恩典皆源自於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不可取代，因為有神人之間嘅中保，先至能夠完成救贖。我哋就冇其他嘅救主，都係偏離正路，一同變成無用、冇行善嘅，連一個亦冇。羅馬書3:12。創造界中，無論係天使、先知、使徒或任何人都唔能夠為全人類嘅贖罪之恩
唯獨呢位無罪嘅道成肉身之神，能夠除去世人嘅罪孽，使我哋得以重獲嗰永生上帝嘅生命。願榮耀與尊貴歸俾我哋嘅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下地。